Meave 呢個最新嘅 K1 8合1 Power Bank。成個八爪魚咁樣，點解呢？因為佢內置4條線，喂係啊，俾翻晒市面上所有制式你噶啦 ，USB Type A， 哇呢個真係好罕有啦，跟住仲有 Micro USB 啦，跟住最新嘅 Type C 啦，同埋 Lightning 啊，已經唔使再周圍抄線，俾你嗰啲比較舊嘅需要充電嘅東西啦，齊晒。咁如果呢4條線都唔夠啊，上面仲有一個 Type C 接口咧，俾埋你加條線再充其他嘢嘅。而 Type C 咧係支援呢個 PD 20W 嘅快充輸出添，即是話你用呢4條線加埋嗰條線，你可以同時充5個設備㗎。除咗有線充電之外咧，前面仲有好熟口面嘅圈圈啦。除咗 iPhone 之外咧，你亦都可以插 Apple Watch 啦，或者 AirPod 都得嘅。除咗充電設計部分之外咧，我哋都睇下佢嘅外形啦。咁好流線型啦，好 smooth 摸落去好滑淨嘅外殼啦。跟住後面呢度咧，仲有一個可以調校角度嘅 stand 啦。咁你可以放喺台面一路 Mac Charge 一路睇片或者打機咧都 OK 嘅。除咗有4條線，仲有腳，仲有 Mac Charge 之外咧，佢隻腳仔嘅上面咧，仲有一個 mon 話埋俾你聽即時嘅電量有幾多嘅。K1 8合1 Power Bank 有1萬個 mAh 啦，市面上最主要嘅安全認證上飛機嗰啲咧都有齊晒㗎啦。咁仲有我手上嘅紫色啦、黑色啦同埋白色嘅，適合嗰啲想一個搞掂又唔想帶咁多種唔同制式嘅線嘅朋友啊。Xpower 代理嘅 Meave有1600萬保險，180日內仲有壞一換一添。